小菜是一只上司的训练，在打造、在半夜、在热天度、在寒天时、在欢喜嘅下，也在忧郁嘅下。在上司的角头，前一张凳坐下来，应该要点一碗饭面主食，应该要点一碗汤，也应该要切一盘小菜，盘饭桌看起来澎湃到嘅。烟囱也做得讲是肉变过社会眼前。在汉得是到猪肉的年代，大家用番薯粉生入猪肠，延伸肉香做出的好米线。时代改变，烟囱变做新埔宿舍的家用米，也变做来了的人客天朝爱吃的米线。好，谢谢啊，来久等了，哦，谢谢你啊，我是洪家杰哦，那我今年38岁，属虎的。那我原本是在台北做那个汽车设计产业的，偶然因缘机会认识我老婆，她在这边工作嘛，那我在台北，所以我都是周末的时候会过来找她这样子。那这样子营弄也好10几年了。那我2个多月前开始，就是因为我太太没生小孩，她全职顾小孩，那我就来顶她的位置。凉凉的吃，对，凉凉吃，不用再蒸。你要吃热的也可以啊。你是吃温的话，你微波20-30秒就可以了。对，或者是你有煮汤再放上去就好了。这个产业其实，在新埔这个地方很有特色，是大家都会特别来这边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基本上它有它的传统性，那我是觉得这味道要延续。那所以说刚好有个契机是我们刚好有小孩，那我想说，那我就工作辞掉，就来这边继续做这样子。睇下有肉粉香嘅烟囱 ，TV 电到比眼前高清多。开幕来的。冯家客屋家嘅烟囱，唔係用粉补足肉量嘅方式制造，係簽出黃金比例。这个算是比较传统手工艺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算是有借助一些机器把整个搅粉或者是搬粉倒这些动作，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手力机构，可以的话，我们是想要规划这样的2-3个人就可以做完整个 run 这样子。头摆係安尼，窮苦嘅時節粉比肉多，豐容嘅時節肉比粉多，做得沙沙地，人人接受嘅比例。係肉同粉1比1。水温够了，如果泡太久水温不够打不出这个颜色。噴射嘅水攪入番薯粉，做出粉漿，喺盤嘅地杯油油嘅攪，一直到皺皺嘅粉變做咁樣嘅。好嘅粉漿要有冷鮮嘅外表同軟軟嘅身體。粉漿放入機器，倒入過多一些番薯粉，做得乾滿幾下差嘅蟲。有粉漿嘅軟，也唔是在透過皮肉滋潤，用五香粉滷過嘅醬肉補足香味。有好嘅肉同粉漿都放一熱，粉漿變到夠有彈性，肉咪夠黏味。粉漿放入機器，倒入含過多嘅番薯粉，再同肉圓圓混合，變做煙囱標準嘅奶色。
就做得干入创意。关键的时节，老头家张很上床。我叫范文生，今年满65岁嘞。创意立定机器的细坑，生涯的分享，并有口感的酱肉就天天进出。我从小到大是咱种去到厉害，按样情况之下，按出现我辈工作嘅做透露某啲工作嘅人啊，全类进步啊，是会相信咱种，所以我就是全力来发展也咱种啊。按前从民国69年做到厉害，有40多年的因为传统的咱种是当年长的一些经验就会硬性做唔得事，所以我哋想办法呢一部分我哋做到一只改良，一改良之后等于讲第1、第3页、第3页、第4页写起来还唔会咁硬。就算做为几20年，头家也唔是用女时间来看烟囱的制作。一条竹床有几长，烟囱就有几长。长长的烟囱穿过千多年的树，一圈一圈盘到足的风。用面线和豆米打结，烟囱从此有为分寸。一分一分落鑊煮，將落鑊嘅煙囱讓自己沉到鑊底。新埔有2只台前叶，一只是呛面概念，还有一只是果烟签人叶台价转到白下古多，也算台叶的。2年的时间，从呛面到人叶差不多长700斤左右，700斤。一支注杀强强的调戏，轻强动乱扑扑的创意，迄幕就唔係簡單的杜蘭重流做得形容的。流氣冰涼過後，天天的恢復彈性，又嫩又軟的口感。就是大家中意嘅理由。大部分時間，本醬將係小菜嘅本體，煙囱就係最好嘅理由。味噌同辣椒醬煮滾。鹹同辣很稍微一些甜，用落糖、蒜粉同豆油，天天色神轉成，味絲也開始複雜起來。看人外表，細試以後，竟然團出有萬人參與其中。用觀察始終的方式再過一層，用入一些番薯粉，本已做得順順的爆到煙囱紅。到新埔市場，唔知人客拖嘅係粉還係蟲。咱種是本來算客家種的嘛，到板條重要。透過客家種，大家忙食板條，以前是順序係用客家種用些，安啲大家來新埔了以後食到板條啦，咱種做得，所以你咱種慢慢就做入去生意做一講，入去一工作係用嘅啦。胖子，好忙，今天还好吗？还好啊。早上比较冷啊，没有什么人啊。先拿个2条啊。好。如果晚一点有要再跟我讲啊。好。这个酱给你，1包够哈。够。係新埔小菜攤的做嘅風，擺1份板條，1份煙囱，
本地人安尼，外地人也是安尼。做得确定的是，大家如实都会亲密。一出出名嘅地方小菜，係用百花齊放嘅方式呈現。工人有工人嘅做法，也有各國嘅支持者。不過，上下實係用一枝獨秀嘅方式呈現。來到一隻莊頭，就會拜訪一間店。我都連銀榜，今年42歲，我差唔多都退伍開始，都冇卡睇書，我到一下咩差唔多有10個年以上嘅。紅色嘅血對身體流出過後，同平常表現一樣，對外流通嘅液體變做鴨血該有嘅形體，不過比起煮過嘅鴨血，還係挺軟嫩。即係以前我爸也就都喺度太湖嘅散步務農嘅，特別係過年過節嘅時候，我卡就會自己會夾鴨，血人都旺嘅就會流，就會神起來。比如講一隻4萬公嘅種，用麻油煎，食快一隻水上人家嘅時候，就上次就會想到一隻米線啊，就想來食啦。譬如擺種來食嘅時候，多半人下看到，跟人下就冇講，喲。有間食緊乜嘢東西，咁樣糊一地地咯，要按香按好食。你有冇可以去家食咯？那買本太家食啦，用太家即係嘢做地油按樣東西好食啦。爸張開始用煎咧，你煎嘅時候兩面煎都擦，有時候中間會上勢冇乜酥樣嘅，即係有一隻生嘅感覺。後尾就想講，你冇用炸嘅款嘅。將變綠嘅鴨血凍送入燒漉漉嘅油鑊，體內嘅水分喺表面起泡，天然空氣進來進到，不但浸帶嘅鴨血泡到油烘，將伊表面再泡，一直都認唔出本來嘅樣嘅。留起嘅鴨血已經全胖，凍爛過後變做一隻一隻糊嘅，本但嘅冷線變做白白，本但嘅陰風也轉做暗色。一炸下伊嘅叫做挑戰嘅感覺，叫做蓬蓬外酥內軟咁結果口感就飽和。就按樣開始年下這道好食就傳來傳去，就一直就變到年下點樣嘅招牌。外表嘅改變帶來口感嘅轉變，炒到清油味，要做得吸酥味同醬汁。加入用漢藥做出來嘅湯頭，幫切整輯。夾一塊經過鍛煉嘅鴨血，本種嘅快菜透油，變做人人上讚落嘴嘅料理。鴨血唔如該用泡，搭配同樣係苗栗經典嘅快菜透油，特殊嘅外形同口感，創造為一方嘅特色。喺客莊嘅爭議事物不少，像係三角形嘅形嘅，有人講三角形係傳統，有人講山形真係從古到今，
有人好高高尖尖，有人好扁扁平平。对于工厂的国土来讲，伊个做得做小薄块，伊个做得用来结石薄。对于加上意义的国土来讲，伊个像种的做得保营养，伊个做得走出来真薄。原来三角岩爱包做三角形，还是三形，变做杂好的问题，总讲都会胶嫩板头会用的。小青云包的三角岩，就摕好罗客家本地的海鲜丸里，好点点建入整段的鱼，得到三角形的真传，就是人工的三角岩。同三形三角岩无共样，三角岩讲究每一粒的质量，两三粒落肚都会肚饱。三角岩的故事，小青云又是对老公嘅片谈来的。也老公从小都同谈讲有客家血统的阿婆乡下包三角岩，两只阿婆包好的三角岩，交俾阿姑拿去市场卖，卖呀卖的就出名的。对伊来讲，细细记忆亲客家，过年过节做到无日无夜是接油的事情。在沙溪的海店，唔做得寻到所有人，包括住店的条街。回去喝牛奶了吧？便宜粉叫包粟粉，叫做拍枪的粉团，无乜嘅会变形的鱼，会替煮熟嘅下带来生牙嘅口感。哦，我接手之后，其实有再小颗一点点，但是我越包，有点想说包快一点，我就越包越大颗这样，比较肉比较多，然后比较 Q 皮比较 Q。牛肉拌皮酱，加入胡椒盐一条调料，米丝爱足，装做得本无色无味嘅外皮煎晒起来，喺中心拿出一粒一粒嘅球。再用棍呢蘸出一种一种嘅外皮，一尖、二尖、三尖，各120度，用正三角形的方式将肉鸭轻轻包起来，加到碗里淋锅嘅小青云当叔叔。三角岩喺淋锅嘅讲法係，頭擺行人唔盼的生肉，唔過又想要適度澎湃，故所以就包做立體嘅三角形，安尼一碗湯變2-3粒。看起来就很澎湃。对，我们就是比较真材实料，就是比较忠于原味。我在调味的时候没有加过多的一些加工食品，像什么酱油啊、香油那些东西，我们都是没有下的。我们都是比较希望客人吃到肉本身它的甜度，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只下盐巴，然后黑胡椒，然后再下一点油葱酥这样。等等生发物质丰用，三角岩要变皮，肉应该比皮较多的。小青云作为三角岩，讲唔得有棱有角，颠倒是看起来真工实料。洗好身的贵肥，小可冰冷一下，就软软嫩嫩、油油绵绵。三角圆的话可以干拌，也是可以煮汤。然后也有很多客人会买回去炸，就像那个肉圆这样。苗栗市嘅三角岩山形嘅太重，用精致嘅造型典藏，就分量来讲，是一种点心嘅表现。不细嘅时候，叶片都有卖。所以讲水晶饺应该算是苗栗，算一个特色。小好中好，我这边赚了都市导游哦，看到阿爸阿妹哦，这样做好哦，这样扫出来，就会叫人哋讲我想要设计嘢呗，我就会装机嘢帮我设，所以这是从小这都睇。
大家在做嘅成为以前，组成正式嘅生产团队，提机器侧边嘅外皮缝，用铁管印出一扎一扎像水饺皮嘅圆形。同包水饺嘅面皮无同样，偏离粉做嘅皮唔讲求质素，抢开摕顺风抹水，用适当嘅日头捏下去，保持喷吐，又唔可以摕煮嘅时间散热。呢架嘅全菜都係嘅，顏色啊做嘅油葱啊，葱條啊，有啲架底嘅胡椒粉啊，你落底嘅胡椒粉。黏黏杂杂的三角岩，摕鑊度演变，生的时间没落底，熟的时间飘出水。连人帮讲，头摆路卡的三角岩其实也是做三角形，不过三角形的三角岩个盘，数年无均匀，故所以将改良做强迫的山形。细细扎嘅三角岩，一分5粒，浇到油葱酥，加上菜地风情，快菜头油，以后拄好一粒，完成来到苗栗天朝爱食嘅美食行程。喺個曉水麥係面濃係44年有嘅哦。賣這嘅麵扒飯店就提競爭最激烈嘅麵扒飯嘅行。老公嘅阿媽提賣麵扒飯，自家嘅阿妹也賣麵扒飯。賣這嘅麵扒飯多見也賣嘢30多年，變做一條街以上嘅講緊。我婆婆都弄ไปหัน做什麼家都賣麵扒飯啊！我婆婆佢厲害，佢會做事，條面冇變化相同，都我婆婆傳承下來嘅冇變化，主要是葱條，嘿，泰國糖啊呢，而天去傳湯過，佢射啊佢槍，所以我教湯啊嗬，佢前，我弄完下弄地，佢是佢前嘅呢，糖條見啲人唔識要嘅呀。大家會點一碗飯條，也會本能點到小菜，一道小菜天天經濟變好，日思日上做，拌麵扒飯唔會按故事。苦瓜風、高麗菜風、冬瓜風。苦瓜風係各種風地擺高飛工嘅，愛費心熱出苦瓜囊，個生意慢慢搞牛。豆油、鹽、糖做出醬色，瓜皮肉心有個炒法意思。苦瓜風有人食到，有食過嘅人有米擺來食嚟會再飽啊呢，所以唔會糊糊。像我哋妹妹同埋天數嘅妹妹有冇，伊唔敢食苦瓜喲，過下後食來又怪好食苦瓜嘅，嘿。
冬瓜风同高丽菜风是年节会议嘅介入版本。上海演出嘅係一鍋專門豬肉同雞肉嘅魔法鍋，做得將青菜變作餡，本當日都有太魚太肉嘅儀式感。過年店都咁還好賣，本地人全部攏會做，就主要年初二用愛客入來嘅時間，其他都幾好賣。年初二、年初三最好賣，年初三、年初四最好賣啦。門兩鍋，太鑊睇話，門兩鍋，要浸糖賣呢，無限好門咩，要浸糖賣呢。每一塊冬瓜都像磚呢，高麗菜切細孔，簡單的蒜呢同豆油做基底，好食嘅結來自太出色嘅製作邏輯，睇無太魚太肉嘅日常生活地位，點頭簡單鋪排排骨嘅地段。煲幾點鐘嘅高麗菜綿綿軟軟，醬汁適度纖維地位，帶出鮮味。用簡單的方式，睇簡單的食材方，創造出無簡單的小菜。係講會議係一幅畫，我能本面拍板做主角，主成風景呢，就係嗰條風度綿綿的冬瓜同高麗菜。泡菜嘅泡係綠對客家講嘅泡，泡菜喺海陸腔合法嘅音譯下變做泡，變到中學也出料理古早味嘅字體。泡係指油炸食物嘅高長度，帶點麵粉落鑊嘅食材，對鑊帶翻身嘅用嘅。泡菜常常帶有澎湃嘅氣質，係粒粒嘅辛苦嘅年代。以鑊做得本食材自由蜜水嘅油鑊，做得算係澎湃顯富嘅行為。既然泡係一種化腐朽為神奇嘅魔法，佢就要優先施展到幾條本人困擾嘅食材上。像係就算用鹹、用蒸，也係煲煮，還係適度強嘅番薯。靠自家實力學到4年嘅紅蘿蔔，甚至係險險促成國家分裂嘅演習，就連無乜嘅危險嘅飯瓜，不管理由係乜嘅，全部做得拿來泡。因為呢算古早味。老頭擺嘅菜，要當然係適度，什麼控油，當然家最好唔敢食風菜頭，跟來度啲泡菜啲哦，那唔食，唔好留佢講，定幾食睇幾萬，唔係咁啲講，梗係風菜頭，因為而家泡下魚哦，風菜頭梗係鮮味，哦，梗係梅頭就係泡頭，就係摸解風菜頭嘅梅頭，咁個食起來就咁樣香。日本時代工業生產嘅飯頭油、沙拉油行業日常，到戰後米鹽麵粉變做家家戶戶發揮創意嘅材料，泡菜嘅魅力完全發揮出來。對茶法嘅研習到接近飲食，泡菜睇澎湃料理嘅理解度，將未關鍵嘅味嘅。相信睇幾十年代，新人呢對一塊泡菜嘅向往。唔會輸根本兒對炸雞嘅痴狂。
特别的茶法天天时代变化，变做古早味点心，是生活丰容的表现。然后浦东市也处理成5年嘛，要买来开移民家，移民家开盘，来摆盘菜，要話因為用泡菜做菜，因為解泡以外貴地旺合正，嘛看一下台款，看一下台方咁樣嘅。小鎮點心店的訓練，要對半夜開始準備。2點，我媽媽紅湯開攤，準備材料，切絲、來烤、來切菜。5點，我就來到開始泡。5點半就已經開始賣咧。喺阿邊度染紅嘅紅蘿蔔，塑造悠悠長長嘅牆。喺機器推工嘅年代，用手喺塑料行來來回回，實力又優雅。睇下眾人嘅在捱獨享嘅時節，料理一條紅蘿蔔，唔跌色也唔破萬人。泡菜嘅日常係一場6點鐘嘅悠哉馬拉松。鐵皮5點落鑊，最尾一皮11點出鑊。紅蘿蔔係經典款，係竹東特間小菜店指定嘅腳趾。天鋪剛開始磨痕，大早6點半出鐵皮貨。每陣飯款2大包泡菜，搖搖剛剛上街路。竹東麵店10件有8件是拿來泡菜。呢條麵店一定要泡菜，用要泡菜在竹東在麵店才有錢。小朋友，你也泡300元。謝謝。謝謝啊。好，謝謝。生意好。好。一條市場順嘅店頭，有做行嘅人客。伊條啲睇竹東做生意嘅規矩，賣麵賣飯模仿泡菜，講賣咩冇幾多碗。搶色的演習，透過含係搶色的演習，係內部嘅招牌菜。運用嘅片面演習轉換，冇人講得出一隻道理。我爸爸講，也唔係技術，係天分。海軍退伍嘅伊，唔肯向阿妹用心學習一套，從細看到大嘅東西，做幾擺面試就錯嘅。唔過，我能透過觀察到啲，愛泡好泡菜係一項功夫。師傅嘅經驗，同我媽媽阿用手浸下去，阿用因解釋按怎出事咧，甲球啦、碌球啦，冇感覺嘅啊，解釋碌慣咧，碌慣咧就話。加意面還係少意面，要看數字離開油鍋嘅速度。上出名的小吃哦，豆腐吧。哎呀，咱这叫做豆腐吧，伊要用豆腐钱啊，内底入肉，毋是豆腐吧。自细汉哪有迄落物件好食？有人做啦，但是咱无迄个，以早足散的，哪有通有迄个物件食？
豆腐肉是湾里出名的小菜，将鱼浆、肉芽先入三角油豆腐，并入浓稠度蒸熟，同客家名菜釀豆腐一定相像。釀出菜由孔師傅磨，還可再研究。頭擺灣里人好用的係生魚肉，也下換做鰭醬。當面的馬蹄同鹽絲有特殊的滋味，特殊的滋味也帶來濃濃的觸感暗示。像豆腐肉的話，想要給它再多一點層次，所以我們都會再放一個荸薺下去，增加那個口感。行人對包牙食物的熱愛，來自釀豆腐的鄉野傳說。對北方下南的行人，為了懷念北方的水餃，睇無小麥的南方，將肉水滲入豆腐，加做水餃的邏輯，用來化解思鄉之情。送入農場的豆腐肉已經生出自家的新生命，飽滿雜薄的樣嘅，用蒸唔用煮，愛講同水餃有親戚關係，有得勉強。嘿咯，做较大粒的啦。老师安尼会安尼无？今仔有工资无？有啊，有啊。有茶点哦。小青云買嘅肉包、三角鹽、高麗菜繭，還有豆腐肉，就係磨包水餃。自家一個人包唔拉，管天時地利人情，左右連沙來包。早晨喺皮鞋店，下晝喺園林堂，都係鄉親阿姨。阮海鮮攏河洛人啦，阮攏河洛人，河洛人你聽有無？像阮爸爸甲阮媽媽，因就是客人啊，但是都被同化了啦。因就拢無甲阮教阮安怎講哩。天公呐，落水哟，安尼吼。袂曉就袂曉啊，煞就袂曉啊。喺族群各界嘅灣里，族群意識特別鮮明。雖然河洛人過多，唔過那位係過多行人，那件傳統係客家口味，睇頭腦都清清楚楚。十香菜愛叫油蔥酥，還係肉水，係當日愛進行嘅口味選擇。好棒啊！好拍手拍手啊！好棒啊！豆腐肉係釀豆腐末，三角鹽、改鹽還係愛油角，一到飯後最尾仲會停停水熱燒身。三角鹽生牙健軟嘅口感，係幾條牙齒欠嘅人愛面對嘅事情。先嚟講，十分威廉啦，
哦，譬如到安尼了时常大大细细，本安尼了时常哦，生理动哦，每家安尼身体讲，哦，来到安尼了中央市场，譬如了大大细细，他这个生理动哦，当然哦，身体讲为人啊，人不可不留心病，心面那譬如风调雨顺、骨头面安，安尼人是怎么来做？了是安尼客家人的传统是那样的。哦，你那看叫好些呢。哦，你你的泡菜好好些，是加泡菜才好些。好，哦，嘿，对哦。因为竹东的正宗口味。你也看叫蛮好些啦，两种橄榄是好些。哦，有你的东西更好吃。对啊。再利用嘅杂泡变做沙沙爱嘅主角，少量嘅泡菜提小镇饮食嘅体味。看种就变水啊，该水水嘅，然后看种加落嘅看种啲路，该梅头有冇朋友，然后安尼咧种嘅看种就全部要变咧水啊，落好落呢咧该会变该蛋酥冇朋友。是新年前哦，我爸子向我讲真，无被伢撩拉咧，学转来了接不开事伢。毕竟安尼下后生，老一辈嘛老咧，哦，你嘛转来接，炒就要仔为改善啊，老一辈要老一辈坚持，后生要后生嘅改善，所以两种系加埋是，一定梗系摩擦一定要。有草出某师，无草出太师。吃来吃往系整份庆祝同不卡人相处嘅方式。炒，该咩啊？炒该台上，台上怎么样？那讨厌妹妹那凉山那都该扎，那走生意安尼。上海冇上山，有点用嘛。用钱的，用钱的就好呀。交有能力啊。等等泡菜落锅泡，也做出嚟品牌。品牌唔係掛到在行，係要開到鏡頭行。一條那麼是從泡菜公用，還有所以咧做一個招牌。他们家神明绕境，然后很多朋友来，然后很热，他就是讲大姐，我会提供头，咱爱通勤提头，然后提上时间以后，两张烟食了酒，你咪讲，你咪会提供头，咱干到去提。那这样，检验红学不承认，那我不去砸店。行業市場看到一叢金黃，唔係泡菜，就係當地嘅泡菜嘅真粉。
因为唔是单喜食独包嘅基因，小菜三重用变化多端嘅形态伴大家欢喜。一出好嘅小菜，唔是澎湃炒法，不过一般每一个人都睇托好煮食过后，还爱添加一份。无小菜嘅饭作，作心也无算完整。昨年高春新对联，聪明调教满山遍，精米做饭瓜子紧，养成故意后四天。立下梦中树相连，寒甜